新樓收樓亂簽名，分分鐘損失好幾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咪啊。今期咧同大家分享下安居置業小常識。咁喺內地買新樓啦，收樓呢一步其實都係非常之容易踩坑嘅。有唔少業主收到收樓通知書之後咧，就好求其咁簽名完收啦。但係經過一番入住之後咧，時間長咗先發現漏水、空鼓、門窗經常有發生問題。咁最後呢啲問題處理起嚟咧，都係非常之繁瑣嘅。又或者佢俾開發商一拖再拖為由，咁好多業主咧就寧願自己出錢去揾師傅嚟修理啦。所以喺呢一度咧，阿咪就俾個建議：如果你喺收樓時咧，帶上你嘅經紀人同埋驗樓師陪同你一齊去驗收，咁以下幾點咧就要特別認真去聽啦。咁今日咧教你收樓一定要驗收嘅5樣嘢。咁第一點就係牆面，包括地面，睇下有冇空鼓，有冇裂痕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廚房，包括我哋洗手間有冇漏水。咁第三樣咧就係門窗開關順唔順暢。第四個咧就係水電啊，包括煤氣正唔正常。咁第五點咧同樣都係比較重要一點，交樓嘅標準同埋合同對唔對得上。如果未經驗清楚嘅話咧，記住千祈唔好急住簽名驗收啊。好啦，咁最近咧想請問下你係喺度睇緊樓啦，定係喺度收緊樓，都可以喺評論區話我知嘅。我教你點樣去穩陣收樓。我係阿咪。大灣區置業不迷路，幫你安心安家，少走彎路。